慢点，世子。昭儿就拜托给程长史了。王妃此言何意？我虽然不知道王爷的计划是什么，但我不能置他于不顾。王妃的计划中本就没有王爷，现在这般，又是何意？我本就是王爷的剑，自当与他一起。娘亲，他想保护你与小世子，护着天下，独独没有他自己。这一对侍卫以死报效王爷，王妃带着他们，兴许能帮王爷杀出重围。裴姐，你个骗子，一定要等我！不！哭什么？好好看着，就是要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，我们娘儿俩才能坐稳这江山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你就算出去，也活不了。我就没打算出去，你也休想！裴姐，仙，仙，裴姐，西府军已经败了，你快开门！别进来！王爷，出去！任何人不得入大殿一步！你要干什么？裴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有着来世，来绝了约！我要这官场，人心人和。我要这天下，海晏和地。
沙皇，你不是想要这江山吗？我让皇上下旨，把皇位禅让于你。我何时在乎这皇位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全都给你，全都给你。王妃，孩儿终于能给你报仇了。你不死，我妻儿就永远无法平安。裴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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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医，快说太医！你为什么要孤身犯险？我们不是说好在别院等你来接我们回家的吗？原来你也有这么结切的事，为了我，你我皆是仇长客，你背负什么，我懂。对，日落时分，我时常在舒阳窗口看你坐在满脱落的花树上，望着水榭出神。那时的你，有没有想过？想过。想如何利用我？之前是，后来就不是。什么时候？在你把小娘的城堡给我之后，对不起。3年前我就该来找你。那时的我也不一定护得住你。是你救了我和昭，这一次算你冤枉。下次我们不用再重逢，不用再步步为营，只做得平凡夫妻。什么下次啊？来几度辗转，去几番回放，不敢留恋。遥望着遇上明月高悬，而我坠落山川，微弱的心愿。爱恨纠缠，静止在从前，往事迷眼，不过一瞬间。星辰在落山远。不要！不要！心如月，穿过了这
不用再步步为营，只做的平凡父亲。什么瑕疵啊？下次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这世间哪个女子不肖想王爷？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侍妾。你究竟是谁？意欲何为？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你对我动心的。我也不知我是叶夕，还是沈玉洁。小娘的针灸棒。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，说要我送给我心爱之人。今日更像你自己。裴寂，我和昭儿在北院等。下辈子，我们早一点续结。不要回去，沈玉清，诛杀破贼裴寂，无家有功。如此，以后就可以做回自己了。裴寂，裴寂。
父辈，快来！走到这儿。生黄芪半斤，生黄芪半斤，远志肉3两，远志肉3两，牛膝3两，牛膝3两，石斛1两，石斛1两。谢谢我，谢谢。天下皆知，善之为善，斯不善也；天下皆知，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娘亲，这是何意？这是告诉世人，不要对自己的善恶美丑的标准深信不疑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比方说，天下人都以为父亲是坏人，实则父亲是好人。对，来，
你虽大难不死，但终是受了极为严重的伤，气血两亏，还需要好好休养才是。从前做皇子时，母妃问我此生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你可知我是怎么回答的？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师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敢肖想今日。有你，有昭儿，有现在的生活，我此生无憾。我亦是。